各位朋友，今日置業家同大家推介一間超筍下複式嘅村屋，698萬就可以買到下複式花園嘅屋苑式村屋，真係抵到爛，樓齡仲好新淨，絕對係執雞嘅好機會。入屋睇下，單位2層，實用面積大約1400尺，做咗4房3廁。一入門就係個超大客廳，光猛又闊落，而且係下複式2層，唔會有樓層好逼嘅感覺。每一層都有充足嘅活動空間，私密性同舒適度都拉滿。客廳仲有門直出私人花園，呢一度擺張台飲茶、食早餐，或者擺幾盆花花草草，打造屬於自己嘅小花園，生活質素直接拉滿。跟住上2樓就係睡房區，總共有4間房，每間房都夠晒光猛，空間充足，靈活性好高。無論係大家庭住定係同父母一齊住，都完全夠用。再睇廚房，呢一個廚房絕對係煮食愛好者嘅天堂。廚房入面設施一應俱全，有大型雪櫃、洗衣機、焗爐，仲有大量嘅收納櫃，擺放各種廚具。至於浴室，單位有3間浴室，收納空間充足，設計實用。單位嘅私人露台，望出去可以睇到屋苑嘅綠化同周邊嘅樓景。平時喺度睇日落，吹吹風，真係超級寫意。最後講返呢一間屋嘅其他優勢，首先係屋苑式，住得安心又安全。其次樓齡新，屋企嘅裝修同設施都好新淨，入手唔使大裝修，拎包入住就得。最緊要係價錢，698萬就可以買到大約1400尺4房3廁嘅下複式花園單位，仲要低於市價，真係難得一遇嘅筍盤。有興趣嘅你哋千祈唔好錯過，打個電話嚟置業家約個時間，實地感受下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